Hello，大家好啊！趁阿哥咧返香港度假，一於同佢到處行下先。佢咧就做咗攝影師，而我咧就做後期製作啦。由於屋企喺附近啊，所以咧一定帶佢去行下鯉魚門。穿過咗海鮮街就到咗鯉魚門創意館啦。佢嘅前身就係海濱學校。館內簡介石礦場嘅歷史，同埋都擺放咗一啲工具，因為好有趣，我哋睇咗好耐。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咧，花崗石咧都成為最主要嘅出口貨品。水泥咧喺19世紀引入，咁石礦場咧就開始轉型生產碎石啦。原來咧英泥啊、紅毛泥啊、石屎啦，背後都有一個有趣嘅故事㗎喎，大家不妨停一停睇一睇啊！離開創意館，我哋咧就經過鯉魚門燈塔啦。由於下晝咧我哋都約咗朋友啊，所以咧時間都唔夠噶啦，決定咧就揾到第二日先至再行去石礦場啦。跟住咧就帶咗阿哥去大本營食下午飯啦。終於咧我哋喺12月13號嘅朝頭早咧繼續我哋未完成嘅行程，我哋又再次經過海鮮街出發。我哋沿路咧乜都睇一輪，阿哥咧最中意睇船噶啦。當鏡頭咧不斷追逐緊呢隻好快嘅船嘅時候咧，後邊其實咧就有好多嘅帆船啊。喺呢一刻咧，我哋都未知發生咩事，我哋嘅注意力咧又俾呢幾條魚竿吸引住去啦。睇下佢哋釣咗幾多條魚先。原來幾條魚毛。上網一 check， 原來今日係環島帆船賽，大概有200幾艘船參加喎。所有帆船咧都向住鯉魚門駛過嚟啦。阿哥咧就好熟悉航海嘅。佢都睇到呢啲帆船嘅一啲嘅策略，我就唔係好知啦。有時我見佢哋咧攏埋一堆。到咗天后古廟啦，雖然咧去過幾次噶啦，但係今次先至仔細咁欣賞。呢間廟咧已經被列為香港嘅3級歷史建築噶啦，真係估唔到啊！佢係乾隆年間啦，由海盜鄭連昌建成嘅，係海盜建。除咗供奉天后之外咧，亦作為監視來往船隻之用嘅喎。至於大炮咧，係防衛清兵用噶。睇一眼海面嘅戰況如何先？哇！而家我哋又行到一條窄巷嗰度啦。我哋喺呢個位置嗰度出返嚟，就差唔多去到石礦場噶啦。到咗啦！以前呢度係香港重要嘅花崗岩採石場嚟噶。即係呢啲係石咯，攞呢啲石咯。而家雖然荒廢咗，但係咧就成為自然同歷史並存嘅景點。石礦場保留咗高聳嘅岩壁，形成咗獨特嘅地貌。喺石礦場下面嘅沙灘咧，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啲帆船喺度比賽情況。講多少少石礦場嘅歷史，18世紀咧，客家人就定居鯉魚門喎，就開始咗石材開採啦。而清政府咧都會設立一啲制度管理採石同埋徵稅。英國租借新界後咧，1904年咧就重新登記土地，同埋咧批准石礦場營業。到咗67年，因為爆炸品管制同埋產業式微啦，石礦場結束咗100年嘅歷史啦。而遺址咧就列為3級歷史建築，保留咗碼頭啦、石屋啦同埋石場等等。帶大家睇下其中一間石屋啊，相信係當時採石工人嘅休息地方。
秋冬季節咧，周圍咧都係好大片嘅芒草啊，都成為咗咧好多人嚟呢度打卡嘅熱點。望翻個海鮮，對面咧就係將軍澳跨灣大橋同埋日出康城啊！再望遠啲，所有嘅帆船都離我哋而去啦！拜拜！鍾意我哋嘅短片嘅朋友，請你 like and subscribe，多謝，拜拜！